Hello， 大家好，又見到侯天同師傅喺度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嗱，今次咧真係非常之開心嘅，咁因為咧可以有一個機會咧嚟緊，我哋同侯天同師傅咧會喺10月嘅時間咧親身飛到去馬來西亞，同大家去做一個九皇爺誕嘅代拜祈福活動。所以咧，大家記得可以留意我哋往後嘅資訊啦。熒光幕咧都見到有個二維碼嘅，掃一掃咧都可以向我哋查詢或者了解。影片資訊欄咧都會見到內容嘅資料嘅。同時都提一提大家啦，咁我知道師傅咧其實都有佢個人嘅 YouTube channel 嘅，就係侯天同一字記之約啊。咁間唔中都會做下一啲直播啦，每日或者每個禮拜咧定期都有一啲嘅通勝嘅影片咧會提出啦，會出嚟㗎，咁啊會提供一啲資訊俾大家。咁啊，所以咧大家記得都可以訂閱喎。咁同時咧，師傅咧亦都喺卓見名家咧每個禮拜都有節目㗎，咁大家記得多多支持啊嚇。OK， 咁今集咧我哋就想同阿師傅咧講一講啊，嚟緊下半年咧，到底有啲咩我哋需要注意咧？各位好啊，嗱，非常開心咧，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啊，焦點視頻啊，同埋我哋大台啊，年度巨獻啊，我哋誠意邀請到侯天同師傅嚟緊10月9號、10月10號同埋10月11號，將會同我哋嘅攝製團隊咧親自去到馬來西亞吉隆坡，去同大家咧去做一個九皇爺誕嘅代拜祈福活動啊嚇！咁呢一個嘅活動咧，我哋到時咧都會有大量嘅拍攝啦，同埋直播咧會俾大家睇嘅。嗱，一路以嚟咧，我哋大元基咧都係做開一啲嘅正廟啦、大廟啦嘅一啲代拜祈福活動嘅，咁亦都好感謝各位啦，深受大家嘅歡迎。嚟緊咧就係九皇爺誕啦，咁大家都知道啦，每年嘅農曆嘅9月嘅時間咧，都係九皇爺誕嘅日子嚟㗎。侯天同師傅講過嘅，咁其實咧九皇爺誕咧係適宜大家咧自己去做一個本命生肖嘅祈福嘅。嗱咁啊，所以大家記得啦，熒光幕見到有一個二維碼嘅，咁啊掃一掃咧可以同我哋聯絡或者報名㗎啦。呢一個嘅代拜祈福咧非常之優惠。嗱，我哋頭50位報名咧，你哋將會有一個超強嘅早鳥驚喜。頭50位完成登記，可以有4道嘅平安符，係喺九皇爺廟嗰度，我哋咧會去請翻嚟送俾你。嗱，呢4道嘅平安符咧個作用咧，包括就有鎮宅啦、消災咧、護身同埋擋門煞嘅。咁啊，對大家咧係有全方位嘅保護作用。同時咧，仲係咧就係會有九皇爺廟獨有嘅黃手繩一條，咁我哋咧都會寄俾你嘅。嗱，呢一個嘅早鳥優惠價錢咧係每位888蚊。咁如果你話，我想幫埋我嘅屋企人一齊祈福，有冇問題啊？冇問題，同樣我哋都做一個優惠價，因為我哋知道啦，好多時候大家咧想做一啲祈福代拜咧，都係想為家人謀一個安心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特登向廟方啦同埋師傅咧，我哋一齊商討咗一個方案，就係888蚊之後，每位嘅家庭成員只需要加多200蚊就可以啦。咁所以咧，呢個價錢咧係相當優惠。咁當然咧，仲有一個升級選項嘅，就係大家咧可以再額外去買一個叫布質嘅平安符啊。咁呢個平安符咧就有獨立開光啦，同埋有一個印章喺入邊嘅。咁啊，都係一路咧，都係深受咧大馬啦、新加坡嘅一啲嘅善信歡迎嘅。咁所以咧，嗱，各位有興趣嘅話咧，盡快向我哋查詢。希望咧，我哋焦點視頻啦、大台啦，到時同埋侯天同師傅咧，親自去到馬來西亞嘅九皇爺廟嘅時候咧，可以幫到大家。最後都提一提你哋啊嚇，嗱，呢一個嘅代拜活動咧，其實我哋都歡迎觀眾係同我哋一齊去嘅。咁不過當然啦，所有嘅活動啊、旅遊嘅嗰個開支啊、時間表啊，所有嘢咧，全部都係取決於你哋自己嘅。咁我到時候咧，我哋可以一齊去喺呢個九皇爺廟嗰度咧，一齊拜神祈福。咁啊，大家記得隨時可以報名聯絡我哋或者查詢。多謝各位。好啊，嗱，咁啊，今日已經係7月頭咯噃嚇，咁啊差唔多都叫做接近過咗一半啦。嗱，咁上年大家一個好熱門嘅話題就係話咩赤馬劫啊、紅羊劫啊，咁其實而家大家都好心中有數啦。呢個劫我可以提早講俾你哋聽咧，就係話一定不在中國。嗱，之前好多人咧都擔心自己國家香港、中國咧都會受到呢個咁嘅氣氛嘅影響，呢個氛圍嘅影響嚇，咁咧就起碼嗱，而家咧安心咗大半先。咁好啦，嗱，記住
7月7號嗱，呢個西歷㗎嚇，咁咧就正式踏入呢個小暑月啦。小暑月咧就係月尾月啦嚇。嗱，咁巧咧就係我自己專門計算嘅所謂叫做薄月。咁咩叫做薄月咧？薄月就係每一年最容易犯天災橫禍啊，或者係最嚴重嘅天災橫禍，或者係最多嘅天災橫禍咧，多數會喺薄月發生嘅。咁即係話由7月7號打後咧，咁呢個天災橫禍咧就開始咯喎。咁即係話咧，逐啲往後嘅日子咧，我哋就會睇到咧有好多不測嘅天災橫禍出現㗎啦。咁第二就係之前咧都已經有少少跡象㗎啦，就係話咧有好多歐洲啊，有好多地方咧就熱死人啊咁。其呢個極冷極熱嘅天氣咧會繼續落去嘅，熱完就會再凍啊！甚至乎咧，我前嗰幾日咧就喺網上面咧睇到一個新聞，但係我真係冇時間去 fact check，咁我咧就當佢唔係真先。咁我睇到啲咩咧？就係佢話美國嗰邊咧話即係都算喺6月份啊，6月飛霜喎，咁啊有成個山頂咧就會落晒雪咁啊！嗱，我呢個未乜嘢嚇，我呢個未 fact check 嘅，但係咧我會相信今年嘅冬天好多地方咧都會出現咧極寒極冷嘅天氣。咁第三點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啦，香港啊有東南亞某些地區，甚至乎美國嗰邊都一樣會有颱風嘅。今年個颱風要特別留意啦，唔係一年啊，2026同埋2027年都要特別留意颱風嘅災禍，因為今次呢2年嘅颱風咧，我哋叫做咧風帶雨啊，咁即係話咧，因為颱風個破壞，同時咧亦都會因為呢個颱風帶嚟巨災巨雨嘅影響啊，一樣會有災禍嘅。咁啊，最後一點啦，咁啊其實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。我預計咧，今年年尾咧，地球上邊咧應該會少咗1-2個戰場噶啦。嗱，咁咧即係我都希望係咁樣。都係好事喎嚇。咁啊嗱，我之前咧有睇過咧，有一啲嘅即係天文嘅專家咧，天氣學嘅專家咧，佢哋提到咧，其實咧都同師傅所講嘅講法咧有吻合嘅現象嘅，就係話今年咧可能會有一次非常之嚴重，或者可能咧係呢幾十年嚟最嚴重嘅一次厄爾尼諾現象。佢哋直情講到就係話可能會死億幾人喎。係啊，嗱，其實呢樣嘢咧唔係即係點咧？唔係憑空想像嘅。如果你哋對玄學有了解嘅話咧，你知唔知啊？因為今年係九子年，九子運嘅丙午年，咁即係話180年一次嘅。嗱，呢個丙就係太陽，太陽自助陽刃。嗱，咁又喺呢個九子運裏邊，180年只有一年嘅啫，就係點咧？即係我成日都對外講噶啦，今年嘅太陽病了啦。太陽病咗，咁咪即係出現咗有好多不能夠解釋嘅異象，即係關於太陽。你都知道太陽係掌管全世界好多嘢嘅，咁啊，所以咧就係所謂嗰啲某些現象咧，全部出晒嚟咧，係完全都係合理唔出奇嘅。哦，哇！咁所以其實咧，今年咧嘅下半年咧，即係戰爭當然就都可能有啦。咁但係見到有一個曙光出現，不過天災就真係大家要小心啲。係啊，真係避無可避。可能尤其是一啲旅遊咧，自己都要即係了解多啲天氣嘅狀況啦。係啦。OK，嗱咁啊，最後都要同大家講一講啊嚇，咁啊嚟緊咧10月9號嘅時間咧，我哋同師傅咧會親身去到馬來西亞嘅吉隆坡，去同大家去做九皇耶誕嘅代拜祈福活動啊嚇。嗱，頭50位完成登記嘅，你哋可以係參加到早鳥優惠。呢個早鳥優惠咧係會能夠獲贈4道特別製嘅平安符。佢嘅作用咧係鎮宅、消災、護身同埋擋門煞。咁同時咧，亦都有九皇爺廟獨有嘅黃手繩，我哋係會全部一齊咧寄俾你嘅。每位嘅價錢咧只係888蚊。
由後天同師傅咧同我哋親自去到呢一個嘅九王爺廟咧，去幫大家咧去做呢一個嘅祈福嘅代拜。咁所以咧非常之難得，因為師傅都講過啦，佢都唔係年年都有時間去，今次真係夾到啱啱好應一應，師傅有時間，咁所以咧就可以去啦，同時亦都可以做呢樣嘢。我想多口講一句喎，如果你哋方便可許嘅話咧，咁佢哋嗰邊咧係歡迎大家着白衫白褲嘅，係一種禮貌啊、莊嚴啊咁樣嘅。係，咁所以咧，亦都係同時都講啊，呢一個嘅價錢咧，其實好有趣嘅。我哋都歡迎啊，如果你哋有人係想同我哋一齊去拜嘅，都無人歡迎嘅，都係同一個價錢。咁咧，師傅都會係可能喺過程途中咧，教下你哋一啲拜神嘅 tips 啊，講下一啲需要注意嘅嘢俾你哋聽啊，咁咧等大家咧都相得益彰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記得熒光幕見到一個二維碼嘅，咁啊掃一掃咧可以揾翻我哋查詢或者聯絡。影片資訊欄咧都會見到有一個連結啦，或者呢一個嘅祈福活動嘅資訊嘅。咁大家記得啦，有任何疑問咧，盡快向我哋去查詢啦。咁啊，今次咧我哋非常之多謝侯天同師傅啊，到時我哋10月同大家見面。各位好啊，嗱，非常開心咧，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啊，焦點視頻啊，同埋我哋大台啊，練道具獻啊，我哋誠意邀請到侯天同師傅嚟緊10月9號、10月10號同埋10月11號，將會同我哋嘅攝製團隊咧親自去到馬來西亞吉隆坡，去同大家咧去做一個九王爺誕嘅代拜祈福活動啊嚇！咁呢一個嘅活動咧，我哋到時咧都會有大量嘅拍攝啦，同埋直播咧會俾大家睇嘅。嗱，一路以嚟咧，我哋大元基咧都係做開一啲嘅正廟啦、大廟啦嘅一啲代拜祈福活動嘅，咁亦都好感謝各位啦，深受大家嘅歡迎。嚟緊咧就係九王爺誕啦，咁啊大家都知道啦，每年嘅農曆嘅9月嘅時間咧，都係九王爺誕嘅日子嚟㗎。侯天同師傅講過嘅，咁其實咧九王爺誕咧係適宜大家咧自己去做一個本命生肖嘅祈福嘅。嗱咁啊，所以大家記得啦，熒光幕見到有一個二維碼嘅，咁啊掃一掃咧可以同我哋聯絡或者報名㗎啦。呢一個嘅代拜祈福咧非常之優惠。嗱，我哋頭50位報名咧，你哋將會有一個超強嘅早鳥驚喜。頭50位完成登記，可以有4道嘅平安符，係喺九王爺廟嗰度，我哋咧會去請翻嚟送俾你。嗱，呢4道嘅平安符咧個作用咧，包括就有鎮宅啦、消災咧、護身同埋擋門煞嘅。咁啊，對大家咧係有全方位嘅保護作用。同時咧，仲係咧就係會有九王爺廟獨有嘅黃手繩一條，咁我哋咧都會寄俾你嘅。嗱，呢一個嘅早鳥優惠價錢咧係每位888蚊。咁如果你話，我想幫埋我嘅屋企人一齊祈福，有冇問題啊？冇問題，同樣我哋都做一個優惠價，因為我哋知道啦，好多時候大家咧想做一啲祈福代拜咧，都係想為家人謀一個安心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特登向廟方啦同埋師傅咧，我哋一齊商討咗一個方案，就係888蚊之後，每位嘅家庭成員只需要加多200蚊就可以啦。咁所以咧，呢個價錢咧係相當優惠。咁當然咧，仲有一個升級選項嘅，就係大家咧可以再額外去買一個叫布質嘅平安符嘅。咁呢一個平安符咧就有獨立開光咧，同埋有一個印章喺入邊嘅。咁啊，都係一路咧，都係深受咧大馬啦、新加坡嘅一啲嘅善信歡迎嘅。咁所以咧，嗱，各位有興趣嘅話咧，盡快向我哋查詢。希望咧，我哋焦點視頻啦、大台啦，到時同埋侯天同師傅啦，親自去到馬來西亞嘅九王爺廟嘅時候咧，可以幫到大家。最後都提一提你哋啊嚇，嗱，呢一個嘅代拜活動咧，其實我哋都歡迎觀眾係同我哋一齊去嘅。咁不過當然啦，所有嘅活動啊、旅遊嘅嗰個開支啊、時間表啊，所有嘢咧，全部都係取決於你哋自己嘅。咁我到時候咧，我哋可以一齊去喺呢個九王爺廟嗰度咧，一齊拜神祈福。咁啊，大家記得隨時可以報名聯絡我哋或者查詢。多謝各位。嗱，睇緊呢個視頻嘅觀眾啊，有2個消息要話俾你聽，一個壞消息，一個好消息。壞消息咧就係，其實已經有一啲嘅觀眾咧，佢哋早你一段時間啊，甚至乎可能早你1個月啊，已經睇緊呢一條嘅影片㗎啦，因為佢已經成為咗我哋嘅 VIP 會員。好消息咧就係恭喜你，現在你可以獲得一個機會，就係可以用早鳥優惠價，用138蚊3個月睇足3個月
呢個價錢可以成為我哋嘅 VIP 會員。入邊都講到嘅就係話，只要你參加咗我哋呢個焦點命理台嘅 VIP 會員嘅時候咧，你可以唔使等排期，只要我哋即時排好期嘅節目咧，你係可以透過我哋自建嘅網站入邊咧即時收睇。同時咧，我哋每個月都有搞一啲嘅玄學命理講座㗎。咁 VIP 嘅會員咧係可以全部足本收看。咁啊頭先提到啦，每個月我哋都會搞一啲嘅命理講座㗎嘛。VIP 會員係優先免費參加。咁最後咧就係我哋定期都會有一啲嘅獨家資訊咧，係會首先 send 俾我哋嘅焦點命理台嘅 VIP 會員嘅。所以咧一個價錢，你哋可以全部搶先收睇。大家記得喺翻資訊欄或者留言區嗰度咧見到有個連結嘅，撳入去嘅時候咧就可以多多了解㗎啦。